公开亮相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冷，我觉得算是今年的冬天真的算是凉凉的这样子，但是就是很有圣诞节的气氛。那在这边先非常感谢那个长老，就独行教会的长老，就是给我们大家这个机会，我想要先邀请长老帮我们讲几句话。大家平安吼，时间一过实在是真紧吼。去年阮教会决定要伫教会内底成立这个学业班，时间过得很快，1年就这样过去了哈。今天也是我们对这个学业班第一次的成果发表会了。我们是借由这个成果发表会看到个吸引个较侪人来参加这个学业班因为咱可能有学音乐的人应该拢知啦音乐是咱上帝赐予咱人类上大的一个财富，一个礼物。因为咱可能你感觉讲过厚，拉小提琴，应该唔捌啦就全世界会学乐器会拉学乐琴的是会敲击乐器的利用这个声音来甲做这音乐的独独就是人类尔。这个礼物就是上帝赐予咱的。咱可能是大家人的财富无共，但是这个财富确实是对上帝来的，伊赐予咱每一个人，咱的心肝内，咱的灵魂内底有这个音乐的这个财富这个财富有关有假咱就利用咱的练习来甲这个音乐甲演奏的好。毋管讲咱借着咱今仔这个成果发表会，咱明年搁若有法度，咱明年搁来甲开一班人愈侪。咱的长远目标就是伫咱的教会内底成立一个弦乐团当然咱这拢是出街一步一步来毋管讲咱嘅表演有法度成功，咱教会就准备一寡小点心咱等一下演奏完，咱大家一起来享用。谢谢长老。好，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刚刚我们真的是下午就是先偷偷跑来细心的布置一下。那这边有那个刚刚叫那个长老说的，就是有我们的小点心，然后还有那个允州妈妈跟怡君姐姐提供的，就是一些小东西。好，那也非常感谢允州妈妈的赞助，这2座。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先为大家带来我们练习的第1首，铁匠的锤音。这首曲子是韩德尔的作品。那其实相信你们等一下听到，你们一定会发现，其实这首歌你们很熟悉哦。那我也特别介绍一下，他们真的是全部从零开始。对，除了那个安琪有一点那个。就是钢琴的底子怡君也曾经拉过一点小提琴，可是大部分就是他们都是从零开始，包括从那个豆芽菜，就是一颗一颗慢慢的去认识。对，他们小朋友很认真的学了这个豆芽菜，对，慢慢开始认识哆来咪。好，那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为大家带来第1首铁匠的锤音，谢谢。会不会很紧张？还要跟我们一起的，你接着。没有我要跟你们一起，我有用钢琴。等一下圣诞歌我就真的会跟你们一起拉，对他们很紧张因为真的是手超级抖。不过今天算是真的有回暖一些啦，因为以前不是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真的超级冷。
那我们那个其他有一些朋友去演出啊，也是手动的，在冬天这种日子哈，就是会觉得手有点僵硬，然后再加上自己心里紧张一点，就觉得无法控制啊。不过大家表现得很好哦，第一首曲子。好，那我们笃行弦乐从去年开始就是筹备呢，然后一直到今年正式成立是2月的时候的事情，所以他们现在才刚开始起步。好，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哈，也欢迎可以跟我们的那个笃行教会的办公室报名。实际上我们接下来也还期待会有中提琴或者是大提琴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2首演奏曲是《我真快乐》，谢谢。不要紧张哦，对，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想要办一个小型的发表的最大的用意。而且你们会发现，过了今天，其实人真的很有趣哈。我们就是不断的在上台的过程中，不断的重新的蜕变哦。你会发现，我上了一次台，或者我拉一次琴给人家听之后，就会越来越棒。我们老师以前很可爱哈，他会有一点像是跟我们讲说，你如果拉琴手很抖，代表你不常拉给人家听。超抖，对不对？好，所以就是你现在带着小提琴出门，路上抓到一个人，就说来，我拉琴给你听，这样。有个问题是铁匠的打铁声，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这样子吗？大家很想要再表现一次是吗？好的，没有问题。他们真的吗？可以啊，好哟，太棒了。好，那所以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就再回头再表演一次铁匠的锤音，怎么样？这首曲子有听过，对不对？有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有听到过？答对了，就是那个哆瑞咪发嗦拉发咪瑞哆，雅马哈音乐招生中这样。但是不是笃行弦乐招生中，也不是招募团员中。刚才还没准备好，猜错了。好，我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没有问题。来，那我们就再试一次，那我们再带来一次铁匠的锤音，谢谢大家。会一次越来越好的。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弦乐团哈，那什么是弦乐团呢？实际上一个完整的弦乐团里面，除了有我们的小提琴之外，还会有所谓的中提琴跟大提琴。那我其实蛮喜欢这样比喻的哈，小提琴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脸，就我们的头哈，它是一个门面。好，那通常我们担任的都是比较高音的音域，所以你会听到所有的主旋律几乎常常都是在小提琴们的身上。中提琴则是有点像是我们身体的中间的段，中间这一段，它好像看似不太常出现，但是实际上又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核心，它负责支撑住我们身体的部分。那大提琴就不用说了，它有点像是我们的双脚哈，它有厚实的底音可以帮我们就是发出这样子浑厚的声音。好，那所以站得稳，
下面2个声部都站得稳，小提琴就可以很漂亮在上面展现。好，所以中提琴跟大提琴也是非常重要的乐器。那在这样子的编制完整了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很正式的弦乐团了。好，所以那么接下来，好，允中妈妈可能因为她昨天很紧张哈，因为她断弦了。我们小提琴最怕这种冷冷的天气，也不是说怕冷冷的天气，而是有很急剧的温差的变化。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一项乐器可是实际上那个弦跟我们的琴都一直受到这个温度的那个湿度跟温度的影响，所以那个弦稍微天气冷一点可能比较紧它就断弦了。好，那断弦好像也不是你们想象就就撞上去就好了，实际上那个音还会一直跑，所以他现在一定很紧张。好，还没好，因为我要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圣诞歌曲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初期的弦乐团的样貌喽。因为我们现在用小提琴，但是呢全部是我们有几位是一样的声部啦，但是我等一下会担任不同的声部，那依君姐姐也会跟我们担任不一样的声部，所以大家你们等一下听一下这个就会变得很有趣了那个音乐的部分听起来感觉就不太一样。我拉第3步你拉第1步有点想要上厕所。当然没有问题。好，怎么这么可爱？好，那我们原本我是期待可以2首接续着演奏，那可是我们可能就不好意思，我们先稍微拆开一下，我们先拉第1首 Jolly Old Saint Nicholas。虽然我们的圣诞节已经过了，不过那个满满的那个12月，有那个上学的味道。好，所以为大家带来这首欢乐的圣诞老人 Nicholas， 谢谢。它算是一首小小的那个圣诞节的圣咏。好，允中有想要去洗手间吗？我让你赶快去。好，所以大家你们可以看到实际上那个音乐的养成真的很不容易啦因为人家说台下10年功，台上只有10分钟，甚至这个10分钟的曲目呢，他们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非常用心的练习跟准备的。好，那所以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君还是好抖还是好抖好，今天没问题。有一点寒冷，但是心是暖的，对不对？赶快让自己充满那个温暖。所以在台上我们演那个哇，你真的超级快。小男生很可爱，他们真的上厕所都很迅速。好，那不然我们就先为大家继续带来我们的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那但是下一句大家也知道 And Happy New Year。好，在这里先祝福大家圣诞快乐跟新年快乐，谢谢。
耶，谢谢大家。哇，好，我们的朋友请加入，没有问题。我已经演奏完了。这是义军的家人。哇，欢迎欢迎。我们可以重复表演，没有问题。那我们把2首圣诞歌再重新再就是演出一次，好不好？有点难哦。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先为大家重新带来那个 Jolly Old Saint Nicholas， 好，欢乐的圣诞老人尼古拉斯，然后以及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好，祝大家圣诞快乐跟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大家。好的，那实际上你们会看到像这样子的曲目，它并不是真的那么的简单我们在不同的声部的时候，会有需要互相搭配的部分，所以很好。我刚好看到妈妈一直眼神看着我，没错，我们就是需要这样不断的眼神交流。你们如果有机会去外面看到那种很正规的室内乐演奏，你们也会看到那个演奏者们不断的互相眼神交流着，对，因为他们需要知道对方的想法，甚至有时候我们音乐有很多的东西是突然在那个当下才会蹦出来的，因为你可能会在那个当下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跟气氛所以他就会在那个时间，突然间就冒出那个火花，然后呢，你的 partner 就很快速的感受到心电感应，我知道你今天想要 happy，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比较 sad 的情绪所以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好，所以非常感谢各位你们很棒今天对，所以算是一个小型的发表，有点听不够过瘾，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明年还会再跟大家见面的。对，他们会继续的努力。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刚学完了 G 弦什么意思呢？我们小提琴有4条弦咪拉瑞嗦，所以你们会发现跟中提琴就有点不一样。中提琴呢是拉瑞嗦哆，他们的音比我们低了一些些那同时他们的琴比较大只，琴的厚度也比较厚实所以他们可以发出的声音就会比较温润，比较温暖。那大提琴的话，则是比中提琴的声音再完全低了一个8度就更低，拉瑞嗦哆这样子，对，非常的低那还有我们所谓的 double bass，就你们看到那种站着，然后有一只很大，他们这样子拉
拉琴或者是拨弦，好，在爵士乐里面非常常用到的低音提琴，好，那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好 ，OK， 所以我们今天很快速的演出就暂时到这边，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交换礼物跟我们吃点小东西的，就是小茶会的时间啦。有没有觉得？哦，不用抖了。不用抖了，对对对。太抖了。好，明年我们会再准备更多的曲目跟大家来分享。哦，对了，所以我是要跟大家讲说，他们其实现在只学完了3条弦呢。不过就可以拉很多曲子哦。他们已经拿到新年曲目了。接下来就那个每条大街小巷。好，有回去看了，对不对？好，那么就接下来继续我们的 Happy Time 咯。OK， 音乐推。我忘了先请长老，有没有要再帮我们跟大家说几句话？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再想一下哈。其实弦乐器是里面所有的乐器里面，我的认知里面是最难学的。对，因为你那像弹钢琴哦，那一个键一个音哦，它不会跑调。可是你那个弦乐器，光是要拉哆来咪哦，就要学很久。很感谢徐老师这1年的辛苦哦。我刚刚看这个表演，个人是非常感动的，觉得非常满意的。尤其很多是从那个豆芽菜到不太会。然后一般像我们家小朋友学乐器啊，都是6岁就开始学。然后像刚刚有妈妈说她上场会抖，其实都是要透过多表演多上台，经验累积有人就会很皮了，就不会抖。所以我们是刚刚有这个表演，我觉得没有把它呈现在教会里面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会请徐老师尽快安排时间，在2月份或3月份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主日礼拜后正式来一场表演。这之前如果还有会抖的就尽量多邀请一些亲朋好友来教会参观当然我们另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借由这个小型的表演邀请自己的同班同学来这边参观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在明年再成立一个基础班还有这个我们年龄尽量就是不设限的就是有心想要学乐器然后这个为主至于如果说那个乐器的方面我们也是可以尽量的是看有什么其他管道可以去募集的那当然是我们是以有心学乐器有心想要把这个乐器当成生活的一个兴趣这是为主的希望大家能够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稍微宣传一下我们笃行教会有这个弦乐班以上谢谢。好，那大家都辛苦啦。我们可以先把乐器收起来来保证乐器的安全，或者你们先放在放在琴盒里也是 OK。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就来进行我们的交换礼物了，好吗？小朋友最期待的。Santa baby, forgot to mention one little thing.